无穷无尽。伫过去的日子，阮有得罪你、忤逆你、远离你，求主赦免阮的过犯。阮有得罪人的，互人有宽容原谅阮，阮也有原谅别人对阮的过犯。今仔日不管阮是带来喜乐的心，求主你接纳阮的感恩、感谢甲懊恼，也是带来困扰、忧虑、劳苦背淡淡的心情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也恳求主你的安慰、安静阮得到安息伫你的实鼓下，互阮伫你的厅内底无惊吓，为辛苦你。阮中间有身体欠安的兄弟，恳求主怜悯施恩，伊伫因早日康复。有家庭事业工作需要的，求主帮助因，为因来讨帮解决。阮也要为着台湾新选出来总统赖清德总统来祈祷，恳求主赐予伊智慧，予伊有熬了理国政，落实公平正义，人民得到安居乐业。伫国际各国的领袖会当互相对话沟通，互咱所徛起的世界有和平。阮也要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感谢主的引带，今年教咱教会正立59周年，祝你甲带领充满伫你的教会，新的改变、新的方向、新的目标，甲教会成长。阮要同心对主来行，为你的圣国来努力，互伫大土远的乡亲，因为阮来得到主你的祝福。今仔日阮伫主的圣殿来敬拜主，求主互阮正兄弟姊妹会当拄着你、望着你、感觉着你，恳求圣神开阮的目睭、阮的耳孔、甲阮的心门，来领受主你通过陈佩雄牧师今仔日所要互阮的宝贵的信息。阮安尼感谢、恳求、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，请咱做伙来启应，启应文35篇，箴言第4章。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，着专心学习才会明白。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，毋通放煞我的教导。我嘛捌做老爸的囝，是老母上疼的孤囝。老爸有教示我讲，你着记牢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会得到活命。着找着机会，着求聪明，毋通袂记得。嘛毋通放煞我所讲的话。毋通气煞智慧，以为保护你。着以爱智慧，以为照顾你。智慧上重要，着拍拼找。着付出你一切所有来对我聪明。你尊重智慧，以为高举你。你疼惜伊，伊会互你尊严。智慧会用花冠戴伫你的头壳，将阳光的王冠赐予你。我的囝着听，着领受我的话。你就会当会收。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，引带你行正直的道路。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。你走嘛袂踏着跋倒。着持守教示，毋通放松。着谨慎固守，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。即时要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所要献的诗歌是：着来到主的圣殿。
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1章第1节到第4节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1章第1节到第4节，请咱做伙来看荧幕。有一遍，耶稣伫一个所在伫祈祷，伊祈祷煞的时，有一个门徒甲伊讲：“主啊，约翰有教伊的门徒祈祷，请你嘛教阮祈祷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祈祷的时，就安尼讲：爸啊，愿你的性命受尊重，愿你施行主权，求你达你赐阮所需要的食物，求你赦免阮的罪。”因为阮家己嘛有赦免所有辜负阮的人，求你毋通互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。以上，即时要请陈佩雄牧师来勉励，伊所要讲的题目是“服侍的原动力”，服侍的原动力。真欢喜，今仔日会当被伫一个真适当的时阵转来咱迦南教会来分享上帝的话。我会记得我是2013年传道书8月初报道，我提早一礼拜来，我伫7月28迄天的礼拜日，我就来伫咱迦南教会。我会记迄天来教的时，文成长老就紧带我甲牧师娘紧来坐伫个边仔食，就有哪伫楼骹就翕相。我发觉咱迦南教会的一寡流程，一寡欢迎新来的人遮的会友拢做甲非常的矫正。坦白讲，入来了有一个感觉，迄个感觉就是讲，我敢有法度一直伫遮礼拜。虽然我迄当时对迦南教会有淡薄熟，我对迦南教会有熟的原因是因为早期伫30年前，我伫台中的教会，阮有从事做三福的运动，甲小组遮的活动。阮台中的教会牧师，甲咱早期迄个陈道阳牧师，因的私交真好。所以我常常会听到陈道阳牧师的名，佮甚至阮牧师来咱迦南教会来取经，因是敢若来上三福的课，而且佮来做来伫遮，因有一阵的传教者伫遮咧研究讲要来用小组，所以当我踏入咱迦南教会1万年久，即摆偌久？2013年8月初来复任，即摆2024年的1月2日，特别11年。我知影讲，换来是头毛拢白去头毛拢白去。虽然这个是今仔日的讲台，我是第3遍来徛咱这个迦南教会讲台。我会记得我伫13年的10月份来徛一届，14年我家己去制作一个机会，就是代表台南新人院的纪念主日，我来徛一届讲台，过来就是这边。我有一个真心的感受啦，我嘛真心感谢主，因为我甲其他的传教者无共，我逐礼拜拢去无共款的礼拜堂，享受无共款的迄个礼拜堂的气氛，甲迄个礼拜堂的整个的气象。我甲算过，咱差不多新竹中会每一间大间的礼拜堂我拢去讲道过，包括新竹教会、汤教会，还是公教，拢去徛过，拢真大间。佮包括南部，人讲我拢南北通吃，应该徛过讲台礼拜堂有超过100间，大细间有超过100间。这个可能就是我甲其他的传教者有一个真大无共款的服侍的方式。
所以虽然看对过去一直到现在，将近要11年也是用感谢主为什么？阮前一阵我身躯小可有故样，阮牧师甲我讲无休困，但是咱服侍爱有原动力，服侍有原动力。咱三额头感谢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你竞选阮，成做你的囝儿，你也竞选阮，成做你的工人，成做你的奴仆来服侍你。主愿知，若毋是你有起初阮信靠你迄种的疼心，甲迄种的信心伫阮的内面，主愿有时拄着侪恶担当的事，阮真正有时也服侍袂落。恳求你的神，搁一遍伫阮的内心来做工，互阮的内心会当尊有你，凡事尊有你做会大，凡事有你通倚靠，阮都拢有够额。阮甲今日早起的敬拜，搁一遍交托伫主你的手头，求主你来看顾。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日早起，我用路加福音11章这个部分我真少听到人用这节的经文来讲道，因为一般咱会先会当看咱的大纲一般咱咧读基督文是读马太路加，马太路加较短，路加甲马太有淡薄无共，但是路加有一个伊的编排有一个真大无共款的所在伫咧中间。好，咱嘛是共款对我落的咱迄个伫周报顶悬的大纲就是咱先倒来看第10章25节，有一个经学教师，什么叫经学教师？就是即摆新的圣经拢写律法教师。经学教师其实就是咧解说圣经的，牧师就是经学教师咧解说圣经，咧陪人读圣经，互人会当理解圣经。这个经学教师呢，伊调故意来试探耶稣，伊讲：先生，我着爱改做什么才会当得到永恒的生命？迄当时一寡遐经学师呢，时常来甲耶稣考试。佢讲我着爱安怎，我着得到永生。这个问题这个议题，伫路加福音有3遍，但是这个耶稣就甲伊问讲：你着爱安怎做？这个经学教师脑筋真清楚，迄当时经学师法利赛人，因对圣经拢非常的清楚，会使讲因对这个经文呢，足落实、足了解，因足认真读。迄个人就甲耶稣讲：你着专心、专情、专力、专意听主你的上帝，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哇！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问题耶稣带来新的律法，甲迄当时的律法有共款无？其实差不多啦，都是共款，就是这条。你着听厝边亲像这伫旧约顶悬就写。问题什么人是伊的厝边？伊咧杀无？因这经学师经学师杀无？所以耶稣咧讲这个故事的时你讲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故事的时，这个人，这是啥物人？利未人，甲这个祭司咧，看到伊路边受伤的迄个人，因伊讲莫啰嗦啦，甲闪过就好啦，毋免家己去对家己制造麻烦啦，
敢若安尼的这种观念差别，就甲耶稣的律法、新的律法有真大的差别。耶稣伊咧讲这个故事的时，咱甲看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伊安那，伊看到受伤的人，伊活去，就搁安那，就甲呼呼的，就甲膏药啊，吼，用咱即摆话讲甲膏药啊，吼，啊你安那，就搁伊本来咧徛的路啊，就搁换互徛啦，吼，做代志真麻烦呢。那用咱即摆讲的讲啦，车伫路边吼，无人，大家闪的闪，吼，啊看的看，无人敢活去。但是呢，真正迄个人的厝边吼，伊爱活去，有可能嘛用误会讲，你本身就是车祸，会啥会凶手，所以吼足麻烦的啦。吼，要做耶稣门徒吼，无遐简单，你知无？所以吼，做真多吼，有时吼，人讲啊，做真多啊啦，会风险甲流烂对无？吼，风险甲流烂，所以吼。所以，这个撒玛利亚人吼，伊所做的，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，伊就问这个经学师、经学教师，到底啥物厝边？伊话点点，都哇袂讲话啊，吼，佮刷落迄个马大甲玛利亚吼，的这个故事吼，其实耶稣咧讲这个故事，毋是咧讲哦，玛利亚会当捡到迄个上介好的福分呢。咱在座偌侪人去做马代，恁知影牧师外号叫啥？火鸡牧师对无？火鸡牧师是毋是咧做马代？一间间咧烘火鸡啦、烘猪吧，人讲无你来，第下叫我做啥？我嘛真好做咧，我行政工作嘛袂歹咧。行政工作好的人是马代，吼，毋是你真好，是因为这是你工作上，你事工上。你必须要做的，吼，所以马大甲玛利亚这个故事咧，吼，你甲看迄马大吼，为了要接待吼，伊讲伊的代志做心恶杂，哦，恶杂，足久无人听到即句话啊，吼，听到讲心做啦，较少人听到讲心恶杂，心恶杂，哇，做袂落呢。有时我相信。咱在座有侪兄弟，我熟识兄弟，甲我同款，拢是做马代。做马代就无信用吗？其实这个圣经毋是，伊咧讲的这个原来马代甲玛利亚故事，伊毋是咧讲马代毋好，做玛利亚，逐个拢要做玛利亚，工课啥要做？吼，咱来爱宴的餐都无人做咧，无人做咧。因为做爱的人，伊无法度来遮听，来遮做礼拜听上帝话。所以，当我看咧理解这个经文的时，吼，咱搁倒转来看咱今仔日拄则处理长老伊咧读讲，耶稣吼，伊一个所在祈祷，你若有真认真细腻咧读圣经的，你会发觉。路加的耶稣特别爱祈祷，路加的耶稣特别爱祈祷，伊足认真祈祷，伊你若无注意看，伊就写咧祈祷，所以伊咧祈祷煞时有一个门徒甲伊讲伊讲主啊，迄约翰拢有教伊的门徒祈祷，约翰有教伊的门徒祈祷，马太敢安尼写？无呢，马可敢安尼写？嘛无呢，约翰嘛无，独干那伊的编排内底，伊咧讲啊，这个路加会讲，约翰的门徒有教伊的学生安怎祈祷，约翰教那祈祷干那写讲尔，无其他啦。所以我咧读这个经文的时，咧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。我去想一个代志啊！我会记哩我时常有一个疑问啊。我疑问迄个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神职人员有领写咧？无。
因拢干那领固定的生活的津贴，因无亲像牧师有写咧，牧师嘛无家庭，有家庭，甚至于无家庭。我就想起我细汉无细汉啊，差不多高3的时，我要升大学。我伫台南的教会因为阮一群囡仔差不多拢高3，未读大学迄个中间。中间阮有一个姊妹，伊嘛共阮甲阮拢第一代基督徒。伊是当时伊是读迄个高雄文藻女子迄个语言学校。即摆叫做文藻科技大学。因暑假4年，伊迄5专的4年3年4年4年4、5年，我袂啥会记啊，因为差不多高一迄阵的代志。因爱去实习，去倒去实习，派去天主教的残障机构实习。我最近去鞭策即摆外国残障无叫残障，因叫啥？叫 different ability， 就是每一个人，迄个残障的人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能力，咱用一句台湾话来讲恁可能就会听较清楚咱台湾有一句话足出名，叫做“青眉精，下高灵”。青眉的人伊的目睭哪会真精？因为伊看无，但是伊对伊身躯所听到迄个感受，甲听足清楚的。阮伫根山园区，阮有一个姊妹伊成长甲读大学的时读关渡的迄个基督学院。有一天伊发烧，目睭都无看，但是伊慢慢发展伊竟然会弹琴，爱唱歌。真侪教会拢会邀请伊去试琴，所以无共款的迄个，虽然伊有无共款的肢体障碍，但是伊却有无共款的迄个能力。我讲伫台南安平，即摆真出名叫做渔光岛。渔光岛较早阮叫做四坤新啦。阮古早车袂过，拢爱坐船过。即摆有做桥咱的兄弟姊妹较早嘛，我嘛捌带咱去佚佗渔光岛有一个叫做瑞富启智教育中心，迄个收啥物诶？收重度残障的天使。咱知影什么叫做天使嘛？就是迄个蒙古症的人叫做天使。伊是重度重度包括他有小麻痹，他的肢体有障碍，伊毋是敢若伊的心智是蒙古症呀。阮迄个教会迄个姊妹就带阮去看，你知道？看讲伊伫实习的，伫做的工课，看了感觉讲这有啥物通去实习的？我迄阵囡仔无怜悯的心，所以当我讲因咧做迄都服侍遐，迄是教会圣经较适合知影讲，迄就是咧服侍智未世人。然后我另外一个阶段就是，我伫台中的我伫台中是，毋是伫教人教会服侍啦，我嘛做甲土著互助社伫遐做过迄个分会的干部、区的干部。迄阵有一个天主教社会服务研究院，社会服务研究院是迄阵拢统筹咱全国迄个互助社遮干部的训练。内底有一个院长叫王武强院长，伊定定甲阮讲，恁基督教就是欠啥？欠毕竟。你敢知什么叫做毕竟？毕竟，因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因一年有2礼拜到4礼拜，至少2礼拜到4礼拜爱去迄个毕竟因规定毕竟的所在，爱伫遐灵修。
伫遐灵修。啊，迄个阮伫台中，阮就是去中华大埔路啊，迄个所在叫双卡路，要往迄双卡路吼，对迄个即摆中华基督教病院迄大埔路遐，一直行行，会当行到伫中华的线尾离水迄个所在。啊，迄个伫花东遐有一个景山、进山，迄个我捌去遐参观，伊捌带阮去参观啊。因每一位神职人员，一个人一间房间，伫迄个闭经的时，一本圣经，然后啊，上界加，迄阵无手机啊，上界加可能一杯茶吧，啊，一个椅啊，规工袂使讲话。你若从阮这做牧师的，一工敢爱讲话吼。迄个翕死咧，迄真正翕死，叫我莫讲话，迄真正吼，因为你甲看，迄做牧师的，逐个拢做爱讲话啊，吼，伊当一定会多安尼啊，多踢掉多，吼，定定都爱违规就对。但是因天主教，因为要避禁，所以呢，爱伫遐点，刚伫遐看圣经，伫遐祈祷，袂使讲话。吼，你袂使家己无人讲话，一届至少爱2礼拜。我拄则讲啊，一工就挡袂牢，好2礼拜。吼，即摆我是安尼要讲这个，咱知影咱台湾吼，咱台湾的残障吼，我讲这做残障的迄个机构吼，咱有分3种。第一种吼，低度残障。低度残障弄啥？就是亲像迄个咱的政府咧做迄个启聪学校、启智学校，迄较简单。啊，那中度呢？中度就是咱的教会，咱长老教会吼，从屏东有一个博大尼，啊，台中有一个惠民盲校，有遮的一寡啊，遮的咱基督教的人咧做，然后。重度残障，我咧讲诶，像迄重度个身障，遐拢天主教咧做。啊，我印象真深啦。伫2013年，我要来咱教会报道前诶，差不多1年。迄阵我喺岛上的，我的爸爸身躯已经袂啥好势。啊，我爱去准备，迄阵是人伊爱去准备写论文。我想讲，我找一间迄个安养院哦，伫台南，就甲阮爸爸安置伫迄个所在。我首先想到就要去迄个天主教，结果去天主教无位啦，啊，伊会当互我去参观啦。入去参观吼，我看甲真感动啦，都是因入去遐所修的哦，拢是完全拢是重度什么残障，已经袂翻家己连倒伫门床要家己翻身都无法度翻身啦。啊，讲话吼嘛哦，啊，我入去参观的是看到一幅画，就是吼。内底遐个神职人员哦，因咧修女啦，还是修士吼，爱甲遐个人吼落屎落尿，迄毋是咱咧讲尿珠啊摕起换起来安尼，迄爱切啊个切落清气啊，内底环境啊个用好，佫袂使有臭味，爱甲整理甲真清气就对啦。啊！我入去感觉讲，这好，啊有位无？没有位置，要排多久？不知道，可能1年2年，啊排足久的就对。我心内吼，其实我迄阵看到迄种的光景哦，我有一个震撼。连我家己的爸爸，我看到伊安尼伫厝内，阮厝吼尾仔，迄阵伊安尼。你袂好势时吼，真正迄客厅臭啊！你要叫我去甲
我嘛爱甲饲啊，问题是饲袂清气啦。咱家己佫无专业，佫饲袂清气，佫做袂好，无受训练，其实这佫如何？上重要就是讲，你有要困了，你有服侍的精神无？这较是重要。咱家己的是大人哦，所以我听一个，听一个啊！我历史人的老师甲阮讲，伊讲伊有2个囡仔，因大汉后生伊甲饲拢饲啊，都一喙食迄一碗饭摕来，可能5分钟就食了。因查某囝饲一顿饭2点钟啊饲袂完啦，就干伊喙。伊讲我讲伊若无你若甲饲了袂好势，你都莫好食。阮查某囝呢，迄是有希望的呢。我若饲想讲有一天换伊，我若老坐以后换伊甲我饲，倒立门床伊嘛会甲我饲，迄是毋是叫做希望工程？你若有希望工程，咱咧，我相信咱咧安那，咱咧饲囝甲饲孙有无共啊？我相信咱在座有人做工的人、做歹的人，应该有真大的感慨。你咧饲囝甲饲孙有无共？虽然迄是你的孙，你嘛真用心咧甲饲，但是呐，你饲囝你一定是尽心尽，因为你有一天咧想讲，我即摆甲你饲，我甲你请大汉，有一天换你啊呐，换你我若老的时，我坐伫遐，你换你甲我饲咧。我若无饭好食，你嘛有饭芳水啊，互我食咧。所以，我一直咧想，就是即个问题，就是迄当时，包括现在，天主教因的服侍，谁人我都做甲安尼，伊我都服侍遮的重度残障，甲伊无一点仔亲情关系的人，就是今仔咱的经文，倒爱伫咱的经文，就是爱祈祷，爱祈祷。就是我拄则讲，我做马代足麻烦的呢，真恶脏的，心恶脏的。马代有人扮演无？马代无人扮演，咱饭够通去食。爱宴有人整理无？哇！招待无人做，迄也无人做。教会会乱啦，袂顺啦，袂顺势。所以呢，做马代嘛爱有真大的啥，迄种心的负担才会当。所以这个耶稣就讲，你祈祷的时就讲，其实咱旧的祈祷文拢共款啦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亲像伫天里。有较大无共马太甲马可甲这个路加较大无共是，求你逐日赐我所需要的食物。我即摆是用这本啦，用咱现代的这个译本啦，求你逐日。咱原来读的祈祷文安怎讲？今仔的日子，今仔才互我。恁较爱今仔日子互阮，还是逐工拢有？是毋是逐工拢有？做股票的人做股票的人会讲，今仔起就好啊，无要紧啊，明仔载无起无要紧啊，明仔载落嘛无要紧啊。做股票的人会安尼袂？袂啊！做股票的人一直讲上好是天天涨停板啦，天天都有饭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看经文，敢若听了讲，今仔日互阮，就是我今仔有饭好食，我才感谢主啊啦。我今仔有饭，
咱就知影马太的即个教会团体吼，伊的经济能力较歹，经济能力较无遐好，吼，所以咱通好看讲即个路加福音吼，伊讲求你逐日吼，每一工吼，每一工拢互我所需要的食物，吼，来第4节嘛无共，求你赦免阮的罪。咱原来讲啥？辜负，赦免阮的辜负，对不对？原文吼，马太毋是辜负啦，原文马太是叫做啥？叫做罪啊！吼，马太罪。若伫即个路加叫做罪啊！吼，马太我拄才讲即个团体吼，即个教会团体，伊经济能力较无遐好，所以因就讲我莫欠人济就好啊，但是咱即个巴克的即个早期台南新人伊即个牧师吼，即个院长伊讲，伊用辜负能力吼，就甲罪甲即个罪吼，拢甲包裹在内啊！吼，因即个翻译真拗啦，所以咱大家拢无感觉讲到底，所以咱拢念啊足顺啊！我一直去读新人院的时吼，以前我拢嘛大概读到路加的时，拢嘛念马太的主导文互路加听，有无？这成长老你原来无？吼，我真正，我讲真正。我大概都我若念到遮，我就不爱读啊，因为拢共款嘛。我拢念马太基督文互路加听啦，吼所以呢，咱就会当去了解即个罪马太因遮较颂扬的，因拢足欠我会记较早，阮妈妈咧开柑仔店，开柑仔店，咁大家拢摕现金来。较早没有千账卡啦，我买5块的油欠的你写一个，去咧壁的。较早阮妈妈咧开柑仔店真正是安尼，阮妈妈遐个货拢我爱去款，包括买一包粉嘛爱欠，买一罐米酒嘛爱欠，即摆来月底也是讲。毋来清清诶，无啥够债，迄个债欠人钱，迄种迄个真惊欠人钱，所以若免欠人钱会当是一个真好诶代志。是安即个路加伊写罪，你捌甲想过无？咱较少想着啦因为路加拢有钱啊，有钱人会欠人钱无？有钱人敢若想讲我爱做功德，因为我爱积功德来消除我的业障。所以根生团契我无甲收啦，我伫根生团契的时，捌有一个乌社会大哥伊讲陈牧师，你需要迄个手抄本圣经，你印我的名，你顶悬封面爱写我的名你袂使写你跟上人，因为这钱我奉献的，我奉献的我要奉献，但是爱用我的名，我袂使啦。我后壁会当甲注明讲是你奉献的，但是伊迄顶悬的封面整个嘛还是个根生团契的封面，因为这阮是咧做工学事工的，无啦你嘛互我积一寡功德。有钱的人拢会想啥？要安怎消除伊的业障，所以你敢知迄个？我会记你伫民国
60年代吼，迄个黑人的灵歌真出名。我毋知大家爱过去，那黑人灵歌真出名，真好听。我嘛真爱听吼，迄个有迄乡村歌曲，其实就是对黑人灵歌开始的。因迄黑人吼，因转来礼拜堂拢非常的敬虔，非常的敬虔。但是啊，离开礼拜堂吼，因毋知要做啥，去做啥你知？去抢劫，去贩卖毒品。贩卖毒品摕来所赚的钱吼，摕来献互教会，摕去献互迄个啥囡仔迄种儿童福利机构，因为因感觉能够消除他们内心的迄种的无好的感觉对。所以咱就会当知影讲。咱所读的祈祷文到底是马太还是路加？有时咱来分互清楚。最后吼，时间关系吼，最后我要用感谢的话啦。感谢就是讲，其实迄当时我伫13年来了，我会记，我想我伫家家做，虽然。伫遮做了小可有淡薄安尼小可人有甲我肯定啦。其实我迄阵也想讲要出去牧会，但是我看到咱，因为当我摕到牧师资格时，因为第7年牧师，我13年来14年的第7年牧师都已经离开。那我有咧观察咱嘉南教会我感觉咱有一个真好优良的传统。虽然最近有淡薄的代志但是我嘛是爱照实讲。咱的优良传统就是，我拄则有讲，迄阵单独用牧师，伊用三福这个工具来传福音，所以有侪人来信耶稣，我若无记唔对伊拄来咱嘉南教会时，迄阵人数应该无超过100个啦，可能嘛无超过60个吧。我的印象是安尼啦。但是伊离开的是超过300个，这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记一笔。有一寡伫迄个传道的故事内底，教会历史的发展内底，咱嘉南教会伫这方面的转变，这会使讲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大家对咱嘉南教会真大的肯定。也就是讲，因为三福另外这新的员这会友，洗礼会友，然后分甲伫教各小组去，然后离各小组有真好的互动，嘛有真好的造就。我嘛看到讲，咱嘉南教会伫这10年的中间，11年的中间，我无看到有所谓的党派。这伫阮中部的教会阮的教会无大啦，但是相当难得啦，相当难得。我现在要讲这个，因为咧做服侍的事工，爱有真大的服侍原动力伫迄个中间。恁知影？恁会当去了解早期单独牧师，伊伫即个所在服侍时，伊是安那咧祈祷，安那倒爱伫信仰的原点，而且伊甲上帝求，然后迄当时
迄阵时这后壁我听讲的啦吼。迄阵时有一寡咱的小会员，有甲伊做真好的配搭。然后这些小会员，大家嘛有做真好的造就，嘛有做真好的信用德的邻居者。所以，咱家人教会伫短，那伊而且服侍21年啊，22年，吼，诶时间吼，教会发展啊比原来母会较紧，就是桃园教会较紧。嘛嘛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继上一笔真好诶会算讲，大家对咱的学乐，吼咱阿头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，你互细囝有机会，这11年来，正做家人教会的一会员，会当伫遮来服侍。虽然我服侍的所在是伫甘肃、嘉义，爱去服侍遐逢看无够重的人，但是因为主你的疼，互阮有这个负担；因为主你的疼，互阮会当有迄个服侍的气力。主恳求你，甘愿甲即种服侍原动力，加添伫嘉南教会未来新的团队，规个教会的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，互因会当继续为着福音的缘故，继续来跑走。我咱祈祷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576首，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，请咱吟全首，请起立。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，地大方面拢仰望伊，无论社事主归咱极大，困苦的日甲你扶持，伊若靠主不变听堂，倚着半顶拢袂摇动，常常头开个提口无停，犹阮看愈写利用，但是经过黑暗的困境，家己爱上有些效能，伊单单你起人艰难，互你也过世界苦痛，只着静静宽心听候伊，用尽心情来肯望，承受天父善良的旨意，拢是对伊智慧听通，主经调咱来相敌伊，在咱强过无敌摇伊，因是基督遵守主家事，真正真理家己本分，着心可以虽然袂肯定，要顾为的真实并尊。
那信心靠主的人，伊无去撒多应允当。请坐。请咱即时要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乐意。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这你路引导之时，是给明日献给主，为眼光你把你顾，我的手爱你命令，为着我主最尊严，我可也为你献，双双天你行无息，我的声音互你应，我喜乐路主无停，我的嘴唇来抵挡，我团福音来救请人。起立。我的经文献给你，应出龙潭里之意。我的在主你相属，永远向你做祈求。阿门。供应一切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赏赐阮无欠缺的生活，互阮每一礼拜拢会当来到主的面前，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主。求主继续保守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无论是伫咧工作上，或者是伫咧生活上，拢会当得到主的祝福，也拢会当靠主来得胜。主啊，我要求你来带领迦南教会头前的路站，互阮会当找到一位合主心意的主任牧师。阮也要尊叹主对阮的教示，伫咧生活中做阮身边的人的光甲盐，而且要来为主来做见证，传扬主的福音。即马我要献上阮的时间、金钱甲才能，互主来使用，求主来感纳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即时请简中医长老来报告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首先来新朋友来介绍吼。咱来介绍咱的欢迎咱的陈牧师和牧师娘吼。好，多谢牧师，多谢牧师。好，毋知阁有其他新的朋友无介绍到无？好，无，咱继续来看吼。那今日咱招募内底有迄个奉献地吼，奉献地。有即款奉献地吼，这是迄个宣道奉献主日吼。过来，咱2月初4吼，2月初4敢一场尔哦，一场礼拜9点半开始吼。伫咧新塘因为咱要召开好会，那迄日若爱需要请假的，你无法度参加的，会当甲小组长来请假吼。好，来下一个，好，那。2月初4 8点半吼，伫咧咱的新塘来召开小会，所以请小会员准时来参加。好，3月初3要举行第2遍的圣礼典，所以若要受洗的，请伫2月18之前，主任干事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。好，那共阮2月初4吼，1点伫咧本堂遮吼，要举行咱的中级的直立训练，所以请。所有的中级会当准时出席好，后礼拜六过来即个拜六吼，1月27，
是咧咱的信徒讲座吼，信徒讲座邀请单北市牧师来为咱来训练吼，来装备。所以未报名的请赶紧来报名吼。伫1楼的迄个公布栏来登记吼，即马将近差不多80个以上吼，所以未人请赶紧咯，因为要来准备嘛，需要准备恁各位的便当吼，所以请若要来参加，赶紧来报名吼。好。好医疗关怀是伫后个礼拜日吼，那迄个欢迎若有时间的下兄弟嘛，当齐来参与即个真有意义的迄个服侍吼。好，咱未填写即张吼，就是讲即张你咧报税的时阵吼，电子化，你就免准备一寡迄个纸本的吼。你若未填写有需要，请你举手，后壁同工会马上摕这个互你，你填即个名，填你的名，填你的身份证号码，填完就 OK 啊吼。以后你报税真方便吼，免阁准备一大堆的纸本的迄个收据啊吼。若有需要，请你举手吼，请你举手。吼，那这头前有吼，这头前嘛有吼。好，这头前有吼，头前好，谢谢，好。好，咱迄个生命教育协会吼，协会伫个，共阮伫个2月7日吼，12点半，伫个新塘迄边吼，新塘迄边要召开会员大会吼，邀请志工甲会员吼，会当来出席吼，好。好，咱迄个协会嘛有真侪活动吼，真侪活动有拜三拢有固定迄个双大讲座，佫有乒乓的班，博信区的班，佫有体适能，佫有歌舞吼。所以邀请各位会友，若有兴趣的赶紧找迄个干事引路报名，也是你楼骹登记吼。佫另外佫有免费的哦，每礼拜四暗时吼，免费的哦客服班吼，客服班各中高中拢学生拢会当吼，有老师来帮你辅导，嘛有生命教育吼。会当互即个学生对你信用渐渐来认捌吼，所以邀请提醒咱会友的细囝，也是讲孙仔吼，若时间会当会拢鼓励因来参与吼，鼓励因来参加好。好，咱友爱基金吼，伫个1月28进前来申请，若需要的迄个小组长吼。请赶紧来填写即个申请单，然后交互迄个集会干事集会长老吼，集会长老吼，好，毋是干事啦，歹势啊。好，咱下晡吼，下晡伫个遮伫咱遮要举行迄个土家合作社的年度的社员大会，而且选举新一届的理干事，所以邀请社员来准时参加。好，咱。搁一遍提醒啦吼，搁一遍提醒，咱搁来读即个传道书3章第1节来。天的万行事拢有伊的期，事事拢有伊的时。吼，所以提醒咱做礼拜爱准时吼，咱伊之前拢是讲家己，即摆咱互相来鼓励吼，咱做礼拜爱准时来一起来同齐来讲来。做礼拜爱准时吼，毋是讲指责讲你奈无准时，毋是咱是彼此鼓励做礼拜准时做礼拜准时吼，因为咱坐火车上班吼，听演唱会一般拢袂讲会迟到所以咱共款咱的敬拜咱嘛准时，甚至乃当搁提早5分钟会搁较好，先来圣殿先坐落来安静心。来准备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吼，好，好，咱来读金句吼，咱读2遍咯，来。主因伊讲，马大，你为着代志在挂路操烦，所需要的只有一项。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，无人会当甲伊抢去。路加福音10章41到42节，来。主因伊讲，马大，你着为代志做挂路操烦，所需要的只有一项。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，无人会当甲伊抢去。路加福音10章41到42节。咱中有一个无特别
无特别隐藏的吼，隐藏的迄个程序吼，是要互迄个陈牧师一个惊喜啦吼，一个惊喜。咱因为陈牧师呢，伊2月就开始要去太马里教会就任吼，今仔日算讲真难得、真特别的一个时间啊场合吼，所以咱请苏金长老来代表来献花，卡拉咪呢要请顺正长老代表更生团契来致赠那个礼金礼金啦，好。大家平安。要送红包之前爱讲几句话啦吼。11年前吼，感谢上帝，陈牧师对新人院毕业了后，然后精神团契呢，就聘伊到精神团契要来做感觉的事工。总是咱知精神团契毋是属于咱长老会系统，陈牧师因为伊的积分是属于咱长老会系统，所以必须要透过一间教会小会来个接纳。感谢上帝吼！嘉南小会有一种的看见，有这种的负担，所以就来接纳譬如牧师甲精神团契委员会来合作。时间过真紧吼，11年吼，11年伫迄个中间呢，非常的忠心尽职吼，非常的拍拼吼。伊这边剩5年吼，进城退休，要到迄个太马里教会吼，要去牧会吼。2月初3要伫遐上任，因为咱初4，都要后悔，所以实在讲，台东吼，安尼透早去透毋转也是足忝的吼。所以检测有几位代表啦，地检长去嘛有一位苏云长老的代表吼，所以我主任委员嘛袂当到迄个中间吼，所以真抱歉。所以这个红包呢是更生团契送红包，嘉南小会送鲜花，是吧？好这个红包呢，因为更生团契拢是财务无好吼，拢扣无款吼，所以议员献上小小的心意，咱同心祝福吼，陈牧师到迄个所在吼，这个也好祝福满满吼，以上谢谢。好。请咱来做伙唱祝福的诗歌，信诗402首，恳求主引带我脚步，因是煞请陈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困求主领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够家己来行。困求你甲我大过保护，假使我仍轻欠必须将，让我答应遵守你改变，予我伫黑暗中做工程，做个因错是要的人，这是我人生的最好梦。咱三个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迦南教会全体所有的兄弟姊妹、三个弟的，对这时到万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
请坐。今仔日咱的礼拜就到这，平安。